金博仁则人在韩国，中韩双母语教育第33个月，博仁的中文越发熟练，新句子教一遍就会说了，不去纠正发音。随着练习增多，刺激口腔发育，每个月都会有明显变化。日累月积，持守不渝，故事所行，径至思远。爸爸，身体康了，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万事如意。你辛苦吧？辛苦吧？看这边，不然，哈图，不然哈图，哈图，哈图。辛苦了。爸爸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大声说。我爱你。新哥宝贝。妈妈还没问呢。新哥宝贝。博仁是妈妈的。妈妈，新哥宝贝。博仁是妈妈的。博仁是妈妈的。新哥宝贝。哇！